為配合市區重建局業務發展，由2025年11月3日起，所有參加咗樓宇復修計劃嘅個案，相關交標地點及開標場地已經更改到九龍紅磡學園街8號煥然懿居商場2樓進行。新地點位於紅磡市中心，由土瓜灣何文田或黃埔地鐵站步行至煥然懿居，大約10分鐘路程，非常方便。到埗後，按電梯2字就到達交標及開標地點。各位投標者要留意，交標程序已經更新咗，所以一定要跟足指定回標程序先至有效㗎。首先記得檢查清楚回標附信已經穩固貼喺回標文件嘅封面。第一步，攞起台面上嘅掃描裝置，按下確定以表示同意及明白有關投標事項嘅要點，然後掃描回標附信上嘅二維碼，跟住列印機會即時印出一個標籤貼紙，貼紙上分別印有今次投標嘅確認日期及時間嘅二維碼。請將貼紙貼喺回標附信嘅右下方位置。第二步，再次攞起掃描裝置，按指示掃描標籤貼紙上嘅二維碼。另一部列印機就會印出標書提交通知書。標書提交通知書上印有今次投標嘅狀況、日期及時間，你可以保留呢一張通知書作為遞交標書嘅記錄，同時投標者亦會收到電郵通知。第三步，當你完成以上兩個程序，就可以將呢份投標文件放入指定嘅投標箱內。交標程序就係咁簡單。無論你係投標公司職員或透過速遞人員遞交標書，都要跟足指定交標程序，否則所有回標都會視為無效。例如冇貼上回標附信或標籤貼紙嘅回標，冇進行掃描程序嘅回標，冇按指示將標書文件放入指定標箱嘅回標。多謝你收睇最新交標程序嘅示範影片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，電話31881188。